屬馬嘅朋友嚟到馬年咧，就係犯本命年同埋刑太歲喎。中國人話一喜擋三災，無喜是非來，太歲當頭坐，無喜必有禍。犯太歲嘅年份需要有傳統嘅大喜事沖喜，包括住結婚、添丁、買樓、創業呢一類大型嘅喜事。如果冇嘅話咧，就要有心理準備。呢個年份咧係充滿住挑戰同埋變化㗎。好在我哋都有吉星照住，有將星同埋歲駕星。將星係領導才能嘅星，有呢個星嘅話咧，其實工作運仍然係唔錯嘅喎。而歲駕係皇帝出巡嘅星，大家都覺得你表現相當之好，所以事業運嘅發展仍然係可以㗎。至於凶星方面，因為有太歲星、劍鋒星，係容易受傷整親，尤其是金屬受傷。所以喺我哋嚟講咧，如果要接觸金屬嘅朋友咧，就要小心啲，危險嘅活動就唔好參加啦。為咗保平安，我建議用陽形嘅飾物咧，長期嘅駝住，同埋喺過年期間多啲用紅色嘅嘢，自然可以搶旺啦。